Get a culture,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上期视频我们一起了解了毛利玉的几种常见图腾和它们的含义。很多朋友留言或私信我，问我哪里可以买到对的毛利玉。也有人留言好奇购买毛利玉会不会增值。看到大家的留言和提问，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我就想从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来和大家聊一聊毛利玉的灵魂 Mana。Mana 是毛利文化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却很难有一个精准的中国词汇来翻译它，类似于精神的能量、道德的分量以及威望。在中国文化中，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有德行、有气场，甚至深受祖先的庇佑，这种都是无形且又存在的力量。Mana 在毛利文化中就是类似的概念，它可以来自祖先的传承以及个人行为的积累。简单来说 Mana 就是你作为存在的分量。一个德高望重的酋长在人们心中就会有相对较高的 Mana。 这时人们就会问，那么一块玉石怎样会承载着 Mana 呢？因为它曾连接着大地与祖先，见证了族人的故事，也承载了赠送人的祝福。毛利人认为玉石是承载着他自己的灵魂，而当人们把它雕刻成各种各样的图案，这些图案并不仅仅是装饰，而是承载着精神意义的宝物。这块玉的 Mana 来自于养育它的大自然，冲刷它的河流，开采它的山川，也来自于雕琢它的匠人用自己的心血附上了自己的祝福。它也承载着赠予人的心意，而它又经历了代代相传或见证了家族史上的变迁，这些都可以加强玉石作为宝物的 Mana。 在1997年，新西兰政府正式将天然毛利玉的守护权交给了南岛的 Ngāi部落。从法律角度承认天然的 Pernamu 只有 Ngāi Iwi， 也就是 Ngāi部落可以管理与开采。新西兰 Pernamu 都会附带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证书、认证书和一个追踪码，就像这块 Pernamu 的护照一样，记录着它来自于哪条河，出自哪个家族，产自哪个大山的矿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毛利文化中，毛利玉通常不为自己购买，而是用来赠送与给予。这种赠与是连接，是爱的流动。所以当我们去看一块玉，并不只是专注于它的价值是多少，它值多少钱，而是它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被赋予怎样的 Mana。 当中国朋友在购买玉石时，会经常考虑玉石会不会保值或增值这样的概念。中国文化里，我们常讲玉的成色，它的真假，甚至有人会用购买玉石来进行投资。在毛利文化里，宝物 Tona 是不能被交易的，它是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契约。宝物承载着 Mana， 也拥有自己的 Wadua， 也就是灵魂。在中国，我们讲人养玉，玉养人，而在毛利概念中是万物养玉，万物赋予玉 Mana。 所以每一块玉，无论大小、颜色或价格，它都是自然的赠予。在毛利文化中，有一句古老的 Whakatūki， 类似于中国的谚语，叫 He ite He Pernamu。 这句话直译为它虽小，但却是毛利玉石。这段 Whakatūki 不仅仅只在讲 Pernamu， 它也是在表达一个再微小的礼物，一句真诚的祝福，一段精神传承，都值得被珍惜、被珍视。所以如果你也佩戴一块毛利玉，请尊重它的来处，记住它的名字，理解它的图腾，并铭记赠予你 Pernamu 的人对你深深的期待，感受它静静的流淌的 Mana。 对于毛利玉来讲，它值不值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背后的故事和它自身所承载的 Mana。 在毛利文化中，万物赋予 Pernamu Mana， 并不是它的成色决定它的价值，而是它背后赋予的故事、精神含义以及经历。 He ite He Pernamu， 虽小却珍贵。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属于自己的宝物，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分享它的故事和经历。我们下期见，Ka kite anai。